在地人在地情，要来讲农历的7月14是延平郡王郑成功的圣诞。今年是郑成功399岁，祖庙特别来举办着郑成功399周年的圣诞秋祭祈福。明年是郑成功400岁，嘛是台南建城满400年。庙方将规划成功400、百事成功的活动来庆祝，期待互全民拢会当百事拢成功。延平王郑成功399周年圣诞秋祭典礼，由台南市副市长叶德山担任主祭官，希望当保庇民众平安顺遂。郑成功400当的这个周年圣诞，嘛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活动。这个典礼圆满过，庙方同时举办成功400、百事成功启动仪式，由在场的贵宾共同烤肉弄烤，替活动起鼓。活动的内容包括灯会、新明社庆、市集、演唱会等嘉年华活动，让大家拢真期待。配合咱台南市政府举办的2024台湾灯会，在台南互相辉映。庙方讲希望借文化推展来显示郑成功是台湾重要的历史资产，同时嘛要让台南400年更有意义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